中文大學醫學院研究指出，一款標靶藥可以令到部分肺癌末期病人7年無惡化，亦都有望有效阻止癌細胞腦轉移，令到晚期肺癌變成慢性病。肺癌係本港發病及死亡人數最多嘅頭號癌症，每年大約會有6000宗嘅新症增加。中文大學醫學院同全球多間癌症中心進行咗一項長達7年嘅研究，針對肺癌中一種罕見嘅 ALK 陽性非小細胞肺癌嘅晚期患者研究標靶治療。結果顯示，使用呢種標靶藥嘅患者能夠控制住癌細胞擴散至腦部嘅腦轉移情況，生活質素得到提高。發覺呢，喺第3年開始係92% 冇惡化，到第7年都係92%。換句話講，病人個情況個腦部受控呢，佢就會影響佢個生活質素嘅機會呢就低咗啦。佢又話呢種標靶藥嘅使用者過半數喺7年中病情都冇出現惡化，幫助患者提高咗生存率。差唔多經歷咗7年嘅長期跟蹤，係仲有55%嘅人呢都係暫時係冇惡化，繼續食住藥。而如果個病人係第2年係已經冇惡化嘅時候呢，你差唔多有80%呢係第7年呢都係冇惡化嘅情況。咁而頭腦入邊嘅控制呢係92%或以上。咁就呢個換句話講呢係對呢個嘅腦轉移呢係一個保護嘅作用。中大醫學院表示，未來希望能夠將呢一類基因異常而引起嘅晚期肺癌轉化為慢性病，等患者可以與病共存，提升佢哋長遠嘅生活質素。鳳凰衛視記者袁偉業報道。